高雄前镇一间机车行半暝火烧厝，大火烧到半天红，阁有爆炸声。当时阁有4个人掉伫厝内，厝边一对翁某马上跟着灭火器去拍火，阁大声一直喝休，叫因往楼顶走。真佳在4个拢平安。里面有没有人呐？机车行1楼捡大火吞落包，一直呛乌烟，隔壁翁仔某看到随投入救援。小朋友往楼上跑，嘴巴捂住，要湿毛巾捂住。太太伫咧这边大声喊，叫住户紧走，翁婿摕灭火器嘛冲过拍火。看火势是愈烧愈猛，消防队嘛赶过来到现场，甲铁门击开，钻水线拍火，马紧急乘分推车去楼顶救人。我是闻到味道，我就赶快叫我老公下来看啊，结果下来之后，整个烟就从那边就上来了。气源爆炸，就对一下，烟开始上来了，然后就拿毛巾盖啊。高雄前镇区这间汽车行半暝火烧厝，10多台机车烧到臭火大，加在一口15位人拢顺利互救出来。厝主的手互烧烫伤，想到这笔大火，就心惊胆吓。他有在喊了。实际找到这位大正在厝边，伊因为斗相共炮火，脚嘛着伤。不过伊讲当时敢若想到要救人，情况很紧急，因为它里面都是易燃物，觉得那当时火势已经太大不行，所以我就赶快把屋主拉到旁边，我就从旁边协助说，就是用电话，然后引导家属，然后坐云梯车下来的。加在这场大火，火势虽然真猛，不过厝边斗相共和炮火兄弟的救援，不幸中的大幸，敢若家火烧了，人拢平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